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下如何清潔 leaky 嘅行山杖。咁每次用完之後，我哋都會將佢摺成3個3摺啦，咁啊拎翻屋企。咁翻到去之後咧，我哋需要用一個濕嘅毛巾或者紙巾啦，去抹一抹呢個接駁嘅位置嘅。咁包括第一橛嘅接駁位啦，同埋第二橛嘅接駁位置啦。咁抹完之後咧，記得用乾嘅毛巾或者係乾嘅紙巾啦，去抹翻乾淨佢，OK。咁跟住去到前面嘅第二節嘅鋪咧，我哋將佢拉長啦，然後重複都係用一個濕嘅毛巾或者紙巾啦進行清潔抹翻乾。然後我哋會攞乾嘅毛巾或者紙巾去抹翻乾淨佢。但係呢度需要留意嘅就係，我哋需要將對鋪咧塞落去，然後再伸翻出嚟，然後再重複抹。因為我哋會平時可能訓練啊，或者可能行山或者跑嘅時候咧，會將好多嘅雨水啦同埋汗水咧帶咗入去第一節嘅棍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重複將個動作就係塞落去，翻出嚟，再抹乾落去，出翻嚟抹乾，直至你會發現對鋪上邊係冇水分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慢慢塞翻去。但係去到最後，到你收翻對鋪嘅時候咧，留意翻，盡量可以留翻少少嘅位置喺第一條嘅紅色嘅痕就已經 OK， 收翻對鋪。咁你下次開嘅時候咧，就有多啲嘅位置可以開到對鋪。